Hello，大家好，我係 Dr. Raymond Wong， 係透視 SDG 節目主持人。咁啊，點解今日要拍下掌咧？因為嗱 partnership 咧，一隻手係拍唔響嘅，係咪？兩隻手先拍得響嘅。咁點解今日講嘅係17號 number partnership of the goals？ 咁即係話咩啊？同大家全球嘅一啲嘅合作 partner 去一齊參與喺呢個 SDG 嘅呢個項目事件，希望推進到倡議到呢一樣 SDG。而且係幫助到個地球嗱，咁喺呢一個咧講開 partnership 咧，咁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咧就係我哋嘅第3代嘅沙包綠沙包啦。咁點解咧？原來佢係蘊含咗一個好犀利嘅一樣嘢。咁咧我哋本身入邊個袋咧嘅設計咧就係用呢一個嘅回收嘅膠樽加回收嘅強化玻璃入邊嘅黏膜做出嚟嘅一個袋嚟嘅。咁呢個咧黏膜咧就喺嚟自邊度咧？喺台灣嗰邊嘅廠房做嘅。然之後咧喺呢一個嘅內地嗰邊咧就做呢個袋，合成咗之後咧做咗落嚟就喺香港。香港嗰邊咧我哋就本地回收嘅一啲嘅玻璃樽破碎晒之後變成一粒，咁咧之後就揾咗庇護工場一齊去入嘅。嗱，咁呢個咧你見到一個 partnership 嘅關係啦，咁啊共同創造咗一個新嘅產品，同一時間就係受惠緊香港嘅一啲嘅有需要嘅機構啊等等。嗱，呢一件事件咧就反映咗呢一個 partnership 嘅重要性啦，就係頭先我講拍手掌係兩隻手一齊拍嘅喎，咁變咗我哋一齊做好呢一樣嘢。咁希望而家係睇緊嘅朋友，你哋咧可以連結一下，除咗係頭先我哋之前有提及過嘅好幾集啦，已經提及過一個 bonding， 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同社區嘅一啲連結，係嘛？同中小企、大企同上市公司嘅連結。嗱，而家呢一個咧連結咧，我會講多少少啦，唔單止淨係喺香港本地去做連結，係要同其他嘅地區一起連結。咁呢個連結咧就會產生咗個好大嘅一個震盪，呢個震盪咧就可以幫助到咧係成個社區咧同埋社會咧都做好呢一個 SDG， 咁變相咧對自己我哋所有嘅香港人咧都會有受惠嘅。好啦，咁一陣咧我會同另外一位嘅嘉賓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介紹一下咧，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個 partnership 做得更加好咧，好嘛？舉多啲例子俾大家聽下，拭目以待，睇一睇，一陣見。大家好，又翻到嚟第2部分嘅節目內容啦。咁今日講嘅咧係17號 number。嗱，呢個17號 number 你唔好睇佢係最遲喎，最後一個 number， 但係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點解咧？因為今日咧我哋邀請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就係林正財醫生啦。Hello，覺得咧係啦。咁啊，林正財醫生咧係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係基督教靈實協會嘅行政總裁，同埋亦都係碳中和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咧呢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同一時間亦都係我哋愛回收慈善基金嘅榮譽顧問嚟嘅。咁啊，多謝多得咧，唔好咁講，謝謝你。係啊，多謝晒你啦。嗱，今日咧我哋要同啲同學仔咧就分享下有關呢一個嘅第17號嘅 number 啦。咁啊一個合作。咁呢個合作方面咧，其實個界別好闊嘅喎。咁啊，不如我哋先從呢一個嘅上市公司開始啦。咁如果喺嗰個上市公司嚟講，其實佢喺呢個 SDG 17號 number 咧，其實扮演緊一個咩角色咧？其實對於一間上市公司嚟講咧，即係好重要就係因為佢有上游嘅即係產業啦，佢嗰啲 supplier 啊，佢供應商啊，咁啊跟住佢要賣啲嘢出去啦，即係無論係服務好或者係產品好，咁所以其實佢就一定要同人合作嘅。係啊，咁所以17號咧對佢嚟講好緊要。咁再加埋而家咧，佢哋要做 ESG 啊嘛。係啦，我之前就講過嗰個披露嘅報告裏邊咧。就其實好多嘢佢唔係自己可以做到嘅，係即係舉個例，佢環保方面環境方面，佢好多時都要同啲 NGO 合作啦。係啊，咁佢 S 即係 social 對社會嘅影響，咁無論係扶貧啊，幫助有需要嘅人啊，佢同樣佢都唔係佢嘅正業嚟噶嘛，佢都要同人哋合作，然後先帶出到個 S 嘅重要性係嘛？哦，非常好喎。咁啊，如果喺國際嘅層面咧，其實呢一個合作咧，咁樣喺推動呢個可持續發展嘅嗰個重要性又點樣咧？哦，喺國際啊更加啦。咁啊，即係我哋講緊呢一個17個 SDG。其實我哋好想2030年就達到噶啦嘛，呢個係聯合國嗰個目標。係。咁但係裏邊所牽涉嗰個問題咧，其實好多都係冇國界嘅。係啊，即係舉個例話消除貧窮咁樣。咁如果你單係靠啲貧窮嘅國家去消除即係單獨佢一個國家係啦，其實好困難，好難嘅係。
咁所以一定係要國際合作嘅。哦，係。咁如果講緊氣候嘅問題更加啦，係啊，啱。即係氣候問題係更加冇國界㗎啦。同一個地球啊。係啦，咁你一個國家減碳，但係另外一個國家唔減，其實亦都係冇問題，即係污染化。係啦，咁所以就一定係要大家一齊合作嘅。OK 嚇，咁啊呢個重要性都好好喎，因為喺個國際層面啦，頭先提到上市公司去到以國際啦，咁又翻嚟，如果喺香港嘅層面上邊咧，有Dr. Lam 又話有冇啲嘅有效方法等一啲嘅合作伙伴，佢哋可以關聯喺上嚟咧？佢哋其實香港我可以咁講，第17個 SDG 咧，我哋做得相當好。點解咁講咧？就因為香港即係我哋一直都係秉行即係一個小政府嘅體系。咁咧就而將好多嘅資源咧，就其實就擺咗喺第三界別。其實咩叫第三界別咧？即係佢又未必係商業社會，又唔係政府嘅公共服務，而係好多啲 NGO 啊、公民團體啊咁樣。咁喺香港喺呢個第三界別咧，好蓬勃嘅。咁而呢一個即係工商民呢三方嘅合作咧，喺香港其實你可以數到，無論係醫療啊、社福啊、環保啊、教育啊，全部都係咁做嘅。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喺呢一方面做得十分之好。咁有冇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話過去2-3年你會睇得到佢哋都持續去一路發展當中啦。咁咁當然我賣下廣告啦。呢個我哋愛回收都係做緊一啲環保啊同 ESG 嘅一啲部分嘅。咁睇下阿林醫生又覺得有冇啲其實你睇得到覺得幾值得可以話翻俾啲同學仔聽下咁樣嘅。嗱，即係好似即係貴機構，即係應該係話我哋機構啊，因為我都係顧問。其實喺呢一方面就係正正扮演呢個角色。咁其實喺環保嘅角度咧，我哋大部分嘅環保教育工作其實係藉住啲 NGO 即係去推動嘅。咁就算我哋而家綠在區區，我哋區區都有嗰啲綠仔店咧，其實都係由 NGO 去運作嘅。咁而佢無論即係收到嗰啲廢料之後，佢嘅下游佢點樣去處理，其實亦都係好多係 NGO 或者同商界合作去做嘅。咁所以可以咁講，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最好嘅例子，顯示咧，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我哋超過有100萬市民係個會員啦。咁所以即係市民藉住啲 NGO 加埋政府嘅支持，就一齊去合作咧，就做到呢一個回收嘅工作。咁除咗啱提到我哋嘅環保嗰方面啦，咁喺你本身咧喺個零實嗰邊做緊個行政總裁啦，其實嗰邊個 S 都好重嘅喎。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呢個更加係啦，即係我頭先講，即係醫療社福啦、教育，其實係一直政府嘅立場都係咁，盡量能夠讓即係啲 NGO 啲公民團體去運作得到嘅話咧，佢哋就負責俾錢。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其實香港大部分嘅社會服務咧，其實就係藉住啲 NGO 去營辦嘅。咁所以對社署嚟講咧，佢係要同160幾個機構合作。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哋即係整體一個策略上咧，我哋正正就係推行緊呢個第17個 SDG，即係我哋係講緊係合作嘅。咁好似我哋機構咁咧。我哋係同一時間咧，係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合作嘅喎。我哋同醫管局啦，同衛生署啦，同社署啦，同教育局啦，亦都同好多即係香港。我哋仲要提多一點咧，我哋嗰個慈善事業亦都好發達。因為香港好多善心人。咁所以香港亦都有好多呢啲善心人咧，成立好多基金會，就去支持呢啲嘅工作。咁所以喺香港咧，即係已經有一個生態喺度㗎啦，即係喺我頭先講呢啲民生嘅議題裏邊咧，基本上都係隨時咧係3至4個 party 喺度咧一齊合作。頭先聽到你話好特別，連嘅教育局嗰部分咧都有參與嘅喎。你嗰度嗰個係會扮演緊一個。因為呢個就係正正我頭先講，香港官校咧係佔少部分嘅。大部分嘅學校咧係由一啲辦學團體去辦嘅。咁我哋機構其實好細嘅啫，我哋得一間學校，嗰間係特殊學校，但係同樣都係啦，即係教育局就係俾錢我哋就作為一個辦學團體咧。
就去營辦呢一間特殊學校，幫助嗰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哦，咁係啊，講開又講，其實我哋咧自己本身都有即係愛回收嗰邊，亦都同呢一個嘅好多嘅庇護工場一齊合作啦。就係因為我哋做一啲嘅綠沙包咧，都係會揾佢哋幫我哋手咧，就係將一啲環保嘅回收物料製作成一個有用嘅沙包。佢哋每一次採訪佢哋咧，佢俾我哋感覺好感動嘅。點解咧？佢哋平時咧做嘅可能做啲包裝，其實嗰個產品去咗邊度，或者個信件去咗邊度，佢唔知嘅。而但係呢一個嘅綠沙包咧，其實佢哋喺佢做完之後好有滿足感啊！即係俾佢哋一個唔單止淨係錢以外嘅一樣嘢咯。因為呢個都係我哋NGO 希望做到嘅嘢，唔係淨係幫助佢哋呢啲有需要嘅人嘅錢嘅呢個階層，而係精神上個滿足咧都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都其實提過一個叫幸福感，希望喺透過 ESG 咧係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咧或者同學啦，佢哋個幸福感度提升嘅，而藉此去受惠翻個社會咯。係，所以其實呢一個例子就正正顯明咧，即係我哋喺香港單係做一樣嘢，我哋都唔係單係得一方面嘅果效。係啊，即係好似你愛回收，唔係單係做回收，而喺個過程裏邊你都會牽涉其他嘅團體，以至咧能夠達至即係嗰個社會效應係更加高，能夠增強嗰個幸福感。咁所以我覺得第17個 SDG 咧好重要就係呢一點啦，即係你藉住嗰個 partnership 大家合作咧，其實就唔係1+1等於2嘅，隨時係1+1等於3、4、5、6、7咁樣。咁以至我哋成日都講嗰個就係我哋點樣投入1蚊。但係我哋可以產生嘅9蚊、10蚊嘅效果。哦，非常好啊！嗱，咁啊，即係而家睇緊嘅同學仔咧，就一定要記住呢句咯。阿林醫生講嘅1+1唔係等於2，可能係3、4、5、6、7。而點樣你哋有效將嗰個資源整合咧？我希望咧啲同學仔嚟咧，你哋都喺在學嘅時候，好好運用學習呢個 SDG。日後咧，可能喺你嘅就業上邊咧，都會擺埋落去。因為嚟緊嘅即係話碳中和咧，唔係就係一個理論性嘅，而係要實踐性。同埋可以希望透過10號呢個 number 連結到一啲社區啦，係唔同嘅部門啦、公司啦、企業單位、NGO， 甚至乎係政府，以至去到其他嘅國家地區，可以係幫到個地球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好多謝阿林醫生啦，就係同大家去分享咗今日嘅咁好嘅一個嘅案例。咁啊，希望日後有其他嘅時間咧，同大家咧就去再分享，好嘛？多謝晒，好，多謝晒，同大家講聲拜拜，拜拜，拜拜，thank you。